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去地方係長沙灣海濱花園。睇片之前記得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啦。位於麗盈街近新九龍內地段嘅停用碼頭，已安裝登岸梯級、增設草地、健身空間、觀景台、釣魚區等設施，打造長沙灣全新休憩用地。項目仲計劃連接新鴻基地產旗下長沙灣新酒店項目，相信以後又有多一個放假打卡熱點啦。長沙灣海濱花園 Changsha Wan Promenade 係香港嘅一處海濱公園，位於九龍長沙灣海旁。海濱長廊率先於2023年6月30日啟用，全長280米。而海濱花園緊隨其後，於同年7月14號啟用，佔地1.04公頃，係深水埗區第一個海濱公共空間，設有園景區同草坪，同時亦係寵物共享公園。公園設計咗特色碼頭天棚同露台座位，以便遊客欣賞景色。長沙灣海濱花園距離南昌站約10分鐘步程。香港三面環海，大多數地區都同海岸線連接。香港人平日最常睇到嘅就係海，靠住呢個獨特之處，長沙灣海濱長廊沿線新建咗一個碼頭天棚，喺度為人們提供遮蔭同埋保護，俾停靠船隻嘅聚集。特色設計靈感嚟自於停靠嘅船隻同埋歷史悠久嘅貨運活動。長沙灣海濱長廊位於九龍半島西側，新近整修嘅海濱地帶，嗰度嘅碼頭位於新住宅、商業開發區同埋食品批發市場之間，連接地鐵站嘅露天行人路同埋通往毗鄰住宅區嘅路徑。碼頭將設有露台座位，景觀與周圍船隻同海洋融合，俾人一種動感同活力嘅感覺。俾遊客可以喺呢一度欣賞海港天際線嘅景色。碼頭天棚由香港建築師事務所 New Office Works 設計，靈感嚟自於該處嘅歷史。過往係活躍嘅貨物卸載區域，所以設計關鍵元素係船隻同水。天棚參考咗船隻嘅聚集模式，藉此而打破咗一般屋頂嘅規格。喺結構上面，屋頂被分成5個喺平面，為下面嘅空間帶嚟咗空間多樣性。適當嘅空隙促進自然通風，實現被動冷卻功能。喺香港嚴酷嘅夏天乘涼時，陽光透過遮蔽物創造出有趣嘅光影效果。如欲前往長沙灣海濱花園，可由港鐵南昌站 B 出口步行大約10分鐘直達，亦可乘搭多條巴士同埋小巴路線前往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